咱今仔日要来举行这个圣礼典。我们今天要举行这个圣礼典，我们首先要先进行，我们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先有幼儿洗礼。幼儿洗礼就是父母亲要带他的幼儿来到前面受洗。第一个阶段幼儿洗结束之后，我们第2个阶段要承认坚信。连洗礼刷了后，第3个阶段才成人洗礼。成人洗礼刷了后，咱要请这个坚信礼，而且姊妹来甲成人洗礼做阵，伫这个所在来伫遐上圣经，教会来上圣经，了后才会丢落，要伫这个所在做阵接啦，然后才请幼儿洗礼，而且小朋友甲伊父母来头前，教会做阵伫遮献会。安尼今仔日顺序大概爱安尼进行。咱这个时阵要来进行圣礼典的内声，咱要先来吟诗，咱先来吟圣诗212首，212首。咱请起立来吟全首。誓约是要针对士大人来做誓约。请你来徛做一摆，做一摆。有人带细囝就问耶稣，要互伊蒙因，学生即避因。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就负我，无得禁因，因为上帝国是即号人的。我实在甲恁讲，伊若先接上帝国，无亲像细囝的决断袂得入去，就甲因抱，甲因还手祝福因。虽然咱的细囝无明白这意思。要有所应允的，要归伫因，因是恩典的约的护士。上帝用洗礼带因来到上帝家内，做因的囝儿，互因属于基督，来做伊的百姓。里面咱要来举行誓约幼儿洗礼的誓约是针对父母，所以这个时阵爱请父母。先困伫即个所在，针对我所问的来做一种的誓约，来应答。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卫师，也无？恁着倚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着用祈祷甲好的行为来栽培养因，互因所行合伫教会甲上帝的法度，恁愿意安尼行也无？
下面要来举行幼稚的洗礼，请大家长老来谈洗礼水。大先来甲约恩洗礼，来做阵来祈祷。约恩，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为弟囝圣神的名，阿门。卫生，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为弟囝圣神的名，阿门。照耶稣基督的命令，才是细囝受接纳入伊的教会，做陪参会员，有份伫新的约的恩典。但这细囝的父母甲会众亲自作证，也三甲分担责任，来培养因的信仰，直到因领受虔信的。这就是咱做阵压头同心来祈祷。全能的悲愿的上帝，阮感谢你，你是永远的主宰。愿恳求你来照顾这个细囝，引带因的身躯甲灵魂，互因的智慧甲智慧增加。上帝，你甲人听因嘛那增加。愿求你将恩典丰丰富富来赏赐因，引带因平安经过囡仔的时期，叫因脱离少年的时阵的引诱，直到因成年的时，互因会当家己来告别因的信仰。佫会坚持到落尾。主上帝，你的圣囝伫拿撒勒捌着过家庭的生活，愿求你祝福这个细囝的家庭，求你来赏赐因的父母、囡仔，照顾伫你的面前的这个人。上帝，你的恩典甲因同在，也将你的智慧甲温柔的心放伫这个细囝顶面，互因会当伫你的听内面来成长。安尼，愿伫你的面前来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子名来求，阿门。好，咱甲这个细囝活过，互大家看者，甲伊拍好啊！好，安尼咱的第一个阶段幼稚洗礼，请伊会做。第二部分，咱要来进行成人的坚信礼。今仔日咱的即摆的成人坚信礼，经过问道理了后，咱有一位就是赖淑芬姊妹，请淑芬来徛来头前的所在。淑芬伊细汉已经有洗礼过，所以今仔日伫即个所在，也要伫遮来告别伊的信仰，请。淑芬诚恳来应答我所有问题，也诚做你的洗约。这个伫咱的面前，细汉已经受洗礼，今仔日要来行虔信，来告别因的信仰，通接受有份伫主的圣餐。所听的淑芬，伫细汉的时阵已经受洗，连接伫主耶稣基督来做教会会友，属伊。上帝恩典已经互你长大成人，但是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要来承认你的信仰的告别，来归属伊，献家己互伊，平心誓约服侍伊。咱的主耶稣基督有讲，既然人伫我的面前认我的，我嘛伫我的天父面前要来认伊。所以我劝你，要告别你的信，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诚实来应答我所要问的。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赦免，也无？你有我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
真信道的本分，你决意要安尼行也无？入面宣告，你细汉已经受洗，这个时阵你已经家己来告别你的信仰。活活去教会头，也是大英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永福教会小会官兵来接纳你做为陪参的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当时马头来祈祷，全能的平安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你有起造你的教会伫这个地面上，阁有永远要保守到落尾。愿感谢你，对伫这个小日的时阵，洗礼的恩典，阮来献上感谢。互今仔日伫教会中间，当接纳你来亲近上帝你的圣殿，请做上帝你的查某囝。感谢你对伫伊过去的受洗，互伊有份伫基督的体，今仔日伫这个所在的坚信，更加坚定家己的信仰的栽培，以及以后信仰生活的规划。愿恳求你赦免伊拢总的罪，这个时阵伊奉献家己互你，求你用你的恩典来接纳伊，以就近你的圣餐，接纳主耶稣基督的身躯甲宝血的时，求你互伊会得到你的疼，来有份伫你的恩典。所以说，愿用你对顶面来的能力，来求主你来保护伊，互伊永远属于你，以及伫圣神的引带来进步。到伫你永远的国的内面，原来伫你面前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咱请这个今仔日个健身的一书分发过去，互大家看，咱大家家己拍落来，大家安尼加以先推做，咱较今仔而且要甲成人洗礼，才会兄弟做阵来接纳。第三部分，咱要来举行成人的洗礼，请这个成人洗礼，这个兄弟姊妹来徛来头前的所在，当中有8位吼，嘉华、庆芳、玉珍、宝兰、仲林、钟荣、雪莉、丽娟。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吩咐的话，伊对死人中国啊，也会就天的大声有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你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命令恁的，着假是因守，故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无顺这个时，必定传福音。对听的人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赦免，佮受圣神的守护，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的人，就是既然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亲像迄时，必定互人悔改，信耶稣基督，佮受洗，安尼嘛要对伫你今仔日安尼告别恁所深信的，恁着真实。来反悔，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诚侪恁的罪得到水升旗的记号甲印证，表明对圣神来得到顶头生，结连于耶稣基督。这个是请会众做阵起立，咱要用信仰告别，使徒圣经来做阵来诚侪咱的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比拉多前来受苦，并是日死埋葬为父，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感谢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要必然来生活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教会，圣道相通，做赦免，
玉体国我，永我活命。阿门。了解请坐。当恁要受洗礼，恁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就爱告别恁的信仰，来应答我所要问的，成做恁的誓约。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恁就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决意安尼行，也无？这个时阵要来举行洗礼。咱来为着这几位的洗礼做点来祈祷洗礼。家话，我用水甲你洗礼，互你归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正方，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所以，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阿门。而且，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是你，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阿门。以前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圣。佮愿恁的神、魂甲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向。恁已经告别
恁的信仰来受洗。活活去教会头，也是大人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永福教会小会官兵来接纳恁做陪传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当心码头来祈祷。全能的父上帝，阮感谢你，遮尔大有疼痛甲恩典，用这个圣礼典来接纳你的囝儿、查某囝儿伫你的教会。愿你来大大赐福伫因的顶面，用圣神降落伫因的内面，来坚固因，用恩典包围伫因内面，互因会当连接伫耶稣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惦记主你。拄着试探的时阵，主你保护伊，互因会当征战信仰的好征战。愿你的气力扶持因的软弱，保守因安稳伫你的疼中间，互因一世人来服侍你。祝因的家庭、因的事业、因的人际关系，甲因的服侍，上帝你亲自引带因。主，阮也要求你，互阮透过今仔日这个圣礼典了，更较明白洗礼的意义。求你赦免阮，让阮捌离开你的道路，比较亏欠上帝你的恩典，领受迄个受洗礼迄个恩典。主求你，互阮会当完全反悔，带阮倒转来到伫你的面前，对当了后会当做你尽忠的路途。原来伫你面前祈祷感谢，拢是奉靠无罪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请这个受洗进前一步，好，请伊活过去，互大家看者吼。咱共插好啦，插好。这时阵这个警长、这个电视甲电视圣经就会，佮请因退一步。请若拄啊洗礼迄个书分、更新迄个书分嘛做连起来。这个时阵要来，我代表教会来敬上圣经互因了后，要来请教会这个名誉长老甲现任的长老来甲因握手接纳，了后才要来献花。这是请内小会员名誉长老，咱出来甲伊接纳，互因会当伫教会中间，诚做教会一份子，上帝教会一份子，是何等荣耀欢喜的代志。这长老伫这个所在要甲伊握手接纳，来，做阵出来甲伊接纳啊。咱教会嘛，为着要甲这个受洗者虔诚的做阵欢喜，教会有准备花，然后爱因的这个亲人，也是因的朋友，做阵伫遮甲因献花。这个时阵，咱的准备这个洗礼、幼儿洗礼，这嘛出来吼。幼儿洗礼父母带因的囡仔出来头前，来头前幼儿的，咱做阵老来甲因献花甲因祝福，甲因献花。
上帝国的一份子，嘛诚济咱永福教会的一份子。伫主内面，咱就祝福因。以后咱嘛是三体为着伊来祈祷，上帝恩典甲领导，拢伫因的身躯、伫因的家庭、伫因的工作、伫因的事业顶面，会当做美好的见证。随时要来举行献餐，所以咱搁36个时间，互咱献花。若是翕相的时间无啥到，礼拜煞了恁会当搁有翕相的时间吼。兄弟，恁就会当拿回座伫家己的位置来坐吼。咱较应该就马上要来进行圣餐，要来举行圣餐。咱若有亲人朋友较应该翕相的，咱会当搁礼拜煞了后，搁有时间来翕相吼。好，安尼咱若献过了，咱就回座翕相的部分，咱较等下再来进行表演哈。好，咱先来回座，希望大家拢真欢喜，并祝福，伊嘛是以后信仰的顶面，搁较追求坚定家己所行信仰这条道路。礼拜煞咱今仔日有要举行这个小组的聚会，所以咱来把握时间。所以礼拜煞了后，请在受洗，今仔日受洗坚持的遮会爱紧来头前，甲遮个所有的长老翕一张相，翕一张相，这要做一个纪念。遮个长老牧师要甲咱遮受洗的今仔日的受洗者做阵伫头前翕一张相，所以这个爱甲咱特别甲咱来报告，甲咱争取迄个时间。下面咱要来举行圣餐。咱要来念圣诗，圣诗217首，217首。受悲喜悯救主耶稣，提饼祝谢背互使徒，讲我身躯替恁拍破，恁摕去食来孝敬我。217首咱大家来念全首。如果你若是伫1楼、2楼，伫遐咧服侍，请你确定圣餐的时阵，
恁会当领受圣餐的这个行者，刷恁的骹步来到正对的所在。以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于的教会会餐者参加来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兄弟姊妹，今仔日如果恁若是第一摆来，你还未洗礼，你还未坚信礼，请你伫咱等的圣餐的中间请你毋通摕迄个饼，嘛毋通摕迄个杯，因为你还未诚做基督徒，你还未了解迄个圣餐的意义，请你毋通摕。假使你若是已经伫别个教会，你已经受洗礼啊，你伫迄个别间教会已经有领圣餐啊，伫基督耶稣的躯体中间，欢迎你来参加守这个圣餐。亲爱兄弟，请听主耶稣对囡仔回应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了喙焦耳无语的人有福气，因为因会得着饱。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恁三甲弟弟所听的兄弟，请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捌为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一暝，有摕饼祝谢擘饼，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有烘杯，讲这个杯是新约，是我的胃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王未迄一暝，摕饼祝谢，所以咱要伫伊的名来大声用安尼来感谢上帝，请咱做阵来感谢祈祷。全能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阮学了你的圣主名，用你的伟大、佮奇妙的主爱，互阮去经验到上帝，你是一个活的主。通过你所祝福的圣礼典，会通了解耶稣基督为着救赎阮来到世间，为着阮放下性命，借着这个圣礼典来领受主你的身躯宝血，用安尼，阮强地恳求你，互阮无阁为着阮家己来活。是要为着主你来活，因为你为着阮来死，也为着阮来搁活。其实，互阮会当将这个稳定刻调伫心内，也互阮的信心会当增长成长，对着这个信来行出好的行为。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当主耶稣方面迄一暝，伊有摕饼来祝谢，安尼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要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时阵，来请长老来侍奉。恁若还未摕到饼的，请咱伫咱家己的座位来安静闭目心。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同心来领受。食了，主耶稣用杯安尼讲，讲即个杯是新约，我的杯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这长老来捧杯服侍，咱若未摕着杯，兄弟，也伫咱家己座位所在安静来准备心。
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为设立的。伊若啉的时，就惊安尼来孝念伊，同心做阵来领受。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伫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平安，甲恁同在。同心啊，同来祈祷感谢。全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对伫你遮尔大的疼痛，互阮领受你的圣餐，最培养阮灵魂真实的正面。为今仔日起，互阮嘛更较明白，你欢喜阮，你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你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心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我们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让阮搁一摆来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来接纳阮，使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当以后会当荣耀你的圣名，了阮透过这个圣礼典，更加清楚，愿做上帝你的囝儿女，阮头前着行的道路，尽力荣光上帝，利益伫人顶面。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子名来求。阿门。咱的圣餐就到这个所在。